郭玲麗議員。唔該，主席。咁喺呢一度咁過去幾年啦，咁一定要認同一樣嘢，政府係真係攞多咗好多嘅資源，亦都嘗試喺唔同嘅方面咧係解決，即係希望舒緩我哋學生或者教師或者社會上面精神健康嘅問題。包括我都多謝其實政府都有聽我意見，即係行咗呢一個嘅精神健康分層嘅一啲嘅支援嘅模式，咁設立咗一個3層嘅應急機制。咁我首先我喺度都非常感謝。咁但係喺呢一度咧，我都再想頭先議員都有講過，其實喺學校入邊輔導究竟係做緊啲乜嘢咧？社工係做緊啲乜嘢咧？咁我哋講緊嘅輔導人員，頭先阿朱校長都問啦，輔導人員嘅角色崗位，你哋有冇釐清一個真正嘅定義係乜嘢咧？而家大部分喺學校做緊嘅輔導人員嘅崗位咧，可能係啲嘅輔導主任。而輔導主任咧，我哋主要係定翻咧成個學校嘅輔導政策嘅方向係點樣？我絕對認同嘅，因為我哋冇理由將97%至98%嘅人，我哋做好嘅預防工作，唔希望去跌入嗰2至3%入邊。我哋係要用更加多嘅資源去跟進，或者將我哋不健康嘅精神狀態去擴展。但好多時候，我哋出現精神問題之前，其實我哋有情緒問題。咁喺情緒問題或者精神問題咧，其實好關顧咧喺個心理上面嘅建立同建設。正如頭先好多人都講到，我哋點解唔可以將輔導師係可以融入去我哋個學校度呢？你話用而家一啲嘅額外一啲嘅資源，但係面對財赤，我已經知道有一啲嘅學校要將佢哋本身今年申請有啲嘅輔導師已經要 cut 翻出嚟啦，係啦。咁佢哋當然佢哋係唔捨得，咁但係佢哋都問點解唔可以將1校2社工可以俾佢哋靈活運用，可以按佢哋嘅需要，唔係一定要請社工，會唔會可以喺某一啲嘅情況學校需要入邊嚟講，我哋變咗可以喺社工嘅崗位係請一啲嘅輔導師，係啦，係入去咧係支援我哋學校嘅需要咧。咁會唔會呢一方面可以有個彈性可以去處理咧？咁啊，第3樣嘢咧，其實我仍然都係講嘅第2層嘅機制入邊，其實我哋做緊啲乜嘢咧？唔係講座，唔係活動，其實我哋要做嘅係心理個別嘅，係內心一啲嘅資源、一啲嘅資源同培養一啲嘅培訓，係陪同而行出嚟。咁呢啲唔係用一啲嘅活動去做，做活動我哋講緊一啲嘅預防工作，或者我啲嘅初步篩選工作，呢啲係第1層嘅工作，呢啲唔係第2層嘅工作。我都知道你哋揾咗好多機構去幫手去做，但係我都有睇到佢哋啲成效或者各方面，大家做緊嘅都知道嗰樣唔係第2層嘅工作。會唔會其實睇翻林正財醫生啱啱都講到2級3層機制，然後我哋再睇翻個3層應急機制，然後重新可以全面去規劃檢視，用翻我哋唔同一啲嘅專業人士喺唔同多元化地去一啲嘅支援嘅服務同方向呢？咁少少嘅意見，唔該晒主席。局長。係主席。第一呢，就住嗰個嘅即係輔導人員嗰個郭議員提到呢，就係話嗰個訓練啊，或者係佢哋嘅工作嘅特性、針對性。但係我想講呢，我哋喺講幫助我哋嘅學童精神健康，我哋應該係以學生為中心，唔係以工種或者以職系專業為中心。咁所以咧，我哋嗰個嘅成個支援模式咧，點解係分3層，就唔係分各種唔同嘅教育心理學支援乜嘢呢？因為學生係一個整體嚟嘅。咁所以咧，我想提到嘅咧，就係我哋嗰個3層支援咧。第一咧，就係話每一層都係有組合不同嘅專業人員幫手。喺第1層咧，係短暫或者輕微嘅一啲嘅精神健康問題嘅跡象咧，我哋最緊要係及早識別同埋及早去幫佢哋。包括咗如果係喺因為學業而嚟嘅咧，就應該係調節嗰個教學課同埋及早照顧佢哋適應嗰個學習遇到嘅困難。而喺呢一個嘅第2層，即係話呢一個選擇性嘅時候咧，我哋見到佢持續有學習困難嘅時候咧，我哋應該係安排增加呢個輔導或者係小組課後各方全方位咁樣去幫助佢。如果係持續又嚴重嘅話咧，我哋係會有呢個個別加強嘅支援，咁就因應佢實際嗰個情況。所以我哋唔應該就係常常只係強調我哋嗰個工種，即係嗰個嘅即係中心。我哋應該係以學生嘅需要為中心。咁頭先
先提到咧，就係話會唔會俾學校彈性？而家就正係俾學校彈性，因應住佢哋需要嘅唔同組合咧，就係去安排輔導人員。第三咧就係話郭議員提到咧，就輔導員就會陪伴同學同行。其實每一位老師都係同學嘅同行者，所以點解我哋需要全校參與？因為呢個責任、照顧同埋關愛嘅責任唔可以只係判俾一個工種嘅同事去負責。第二咧就係最後咧就係關於嗰個3層應急機制咧，會唔會係去檢視或者係去優化嗰個模式咧？我哋係會同相關部門，因為呢個亦都係跨部門一齊去做咧。我哋正係商討緊。唔該，主席。主席唔好意思，真係冇辦法唔回應一句。第一樣嘢3層機制，我唔係講緊係一個工種，我講緊係個功能。就住個功能，你頭先講到，我哋要係做一啲嘅輔導，但係你要做輔導，但係你唔放一個輔導師。輔導師佢哋講緊唔係齋同佢傾偈，佢哋講緊每一個輔導師嘅培訓入邊，佢哋係用緊心理治療法，係6至7個或者有更多。去用一啲嘅專業嘅方式、行為嘅照療嘅方式，然後跟住配合社工同埋醫療嘅方式，然後跟住佢處理。咁所以我係希望係就住個功能性去點樣幫個學生，然後跟住再定一定我哋需要有啲乜嘢嘅專業人士放入去，我哋應該要係咁樣去睇嘅。所以我絕對唔係話我強調我要幫某一啲嘅工種去做，而我係希望係我哋先睇咗功能性，然後跟住放翻相關嘅專業入去。唔該晒，主席。